香港咧商業法規係同國際接軌嘅，稅率又低啦，營商又便利，肯定係你擴張商業版圖嘅跳板。香港喺基本法嘅保障下，係全球領先嘅國際金融中心，資金自由流通係你融資嘅首選。香港，全球唯一中英雙語嘅普通法地區，匯聚豐富嘅金融、會計、法律等各類嘅專業人才，眾多國際法律機構落戶香港。作為國際法律樞紐，香港為你保駕護航。成功出海，首選香港。